大家好啊！又我哋踢爆教速系列啦。咁我哋咧今集咧繼續係為咗咧李卓興校長咧就加班咧繼續拍攝跟進事件嘅。哇，事情急轉咧，即係可以做睇戲咁啊！日日都有新料，日日都有新嘅結局啊！咁我哋先講嘅咧最新情況，相信好多人都睇到㗎啦，就係李卓興校長咧，即係相關嘅學校嘅校董會新會商會中學咧就宣布咧李卓興校長即時就停職嗱，停職啫就大家唔知有冇啲觀眾，我見好多人留言就話炒咗佢啦，辭退佢啦。停職就唔係革職，亦都唔係炒魷同埋咧，我相信咧呢個亦都係最好嘅決定嘅，對於學校嚟講點解咧？我哋一齊去分析下啦。嗱，停職咧，佢又冇提到點樣停法，我至少我揾個資料就冇話停薪先，咁即係話糧係照出嘅，不過就唔使做嘢。哇，係咪好似好爽咁咧？好似好爽啦表面上暫時都好爽嘅唔使做嘢，但係有糧出。咁同埋點解我話佢係一個最好嘅決定咧？首先你都知我哋喺個片段睇到李校長或者李博士都係相對一個咧真性情會講真話同埋比較直率嘅人啦，我哋咁講啦。萬一咧佢仲係要喺個學校出入有啲記者行喺度守候佢想訪問佢，萬一咧佢又真性情大發咧，成件事就越搞越大鑊㗎啦等陣就整多幾句粗口，訪乜嘢問訪問你阿媽，問你阿媽啦咁樣咁好大煲湯，更加咧就越描越黑。咁不如咧就休息下先，留喺屋企冷靜下，反省下乜都好，總之就唔好見到人，唔見到人就唔出事啦。第二件事對於學生嚟講都好唔使成日見到佢喺度指指點點即係學生始終係學生始終會忍唔住咧就話見到校長就竊竊私語，引起更加多嘅衝突，又唔係咁好啦甚至咧對於學校嚟講都好起碼商會覺得我已經做咗嘢啦，即係個辦學團體我已經做緊嘢，我係聽到大家嘅聲音，對於佢咧係有少少嘅可能意見我哋做咗嘢啦，停咗佢職先唔好話我哋不聞不問咁亦都避見咧，即係唔使再俾你追問住幾時炒佢幾時處理佢我哋處理緊啦。慢慢先調查，所以咧對於呢個嘅學校啦，即係辦學團體啦、學生啦，甚至係李校長自己咧，都係一個最好嘅決定嚟嘅。而且咧亦都可以用個即係好冠冕堂皇啦。停職調查係咪最好咯？但係喺宣布停職之前咧，其實咧商會嚟講，大家跟住個時間脈落，佢唔係即刻就話停職嘅，係首先出咗個道歉聲明。道歉聲明咧都寫得幾即係校董會啦都幾唔直率嘅，即係唔係好直接咁講個粗口嘅問題同態度嘅問題。佢純粹咧就好簡單咁樣寫，就話咧學校嘅新加坡交流團因停車期間咧就引發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同不安。不安，我哋好不安佢冇講點樣不安你關注同不安啫。校方咧就對此深表歉意但係佢都係冇講即係避開咗呢啲粗口扮鬼臉嗰啲問題啦。總之就係避開啲嘢，總之就歉意學校嘅辦學團體咧一向重視教職員嘅操守，如有教職員涉及操守及不當嘅行為咧，必按既定程序進行調查及跟進。若有違反教師操守或者損害學校聲譽咧，定必嚴肅處理。呢啲係好官腔我哋之前嗰啲片段都講過好官腔嘅。根據即係我少少嘅教學經驗啦，通常都係會做啲乜嘢去調查同跟進咧？首先教育局咧，我哋之前都話過佢係已經聯絡咗學校校方，跟住咧就叫佢你好跟啦。點解你話點解教育局唔係親自去跟咧？因為而家好多學校咧，即係咩？應該話好多情況，教育局咧都唔會咧，真係會落去間學校自己派人落去調查，因為咩校本條例嗰啲嘢咧，乜嘢都校本嘅。如果你有睇過我哋咧踢爆教速咧第44集即係我同教育局咧，即係我嗰個嘅引述翻嗰個反應因為嗰個嘅招聘問題咧，成件事咧一開始都係嘅，你有任何投訴，佢先會同間學校講，你又投訴你啦，你自己去查。即係換句話說，就自己人查自己人，即係學校查翻自己啦。如果你呢個情形之下咧，通常就話委任邊個可能
校董啦可能咋嚇，即係或者副校長領導啊，或者高級學位教師領導一個所謂嘅委員會咧，就去調查事件。咁如果喺依個情形咧，應該就會即係所謂查翻一個校長，即係副校長領導又好，或者獨立校董去領導都好，總之就係自己查自己啦。查完之後，咁梗係有個結果啦。有個結果之後咧，先交個報告俾教育局。嗱，如果教育局咧係覺得冇問題嘅，接受嘅，就冇事㗎啦。除非好似咧，我上一次我哋踢爆教叔44集咁咧，即係個報料人覺得我收完咧校董嘅回覆睇完嗰個結果唔滿意，再去教育嗰度投訴咧，或者覺得需要跟進咧，教育局先有機會可能派員咧就落到間學校再去調查，再走嚟睇下啲文件啊，睇下啲調查報告啊。咁呢個咧就係所謂嘅進行調查同跟進啦。咁當然啦，呢一定係廢話嚟㗎啦，有違反操守啊，梗係會或者聲譽，梗係一定要處理啦。咁咩叫嚴肅處理咧？未必可能大家想像嗰種㗎喎，即炒影響校譽炒咗佢啦，未必㗎喎。嚴肅處理冇代表係大家諗住係咁嚴重，係嚴肅唔係嚴重，即係話好認真咁樣處理嘅啫。咁可能你會覺得哇，你好似之前話，即係都我講過，可能有機會都係道歉啊，同埋咧警告即係就作了結啦。而家我咧都仲係保持住即係呢個類似嘅睇法嘅。咁但係因為琴日開始咧，即係我最上嗰條片咧都講咗俾大家聽啦，就上咗一啲嘅國際新聞啊，或者新加坡本土新聞，即係事情已經鬧大咗啦亦都好似我第一次講呢單嘢嗰時，如果提升到去所謂咩影響國家形象、影響香港形象咧，就未必咁易甩身。嗱，成件事如果喺香港境內發生咧，易啲處理，但係今次因為始終係影響咗，已經所謂醜出國際啦嘛，咁你有時都好難湊屎密冚，或者自己側側膊唔多覺，所以我就琴日就調節咗咧，就話應該可能你道歉啊，或者加上呢個警告嘅。咁但係咧，原來琴日又有啲新嘅事喎，除咗上報章之外咧，咁話新加坡嘅警方咧已經係去調查呢件事啦。嗱，咁又多咗個壓力咯喎。咁當然啦，你話新加坡警方喺嗰邊做得啲乜咧？人就翻咗嚟啦，香港啦，我見到好多咧啲觀眾咧就喺嗰度留言啊，又話要拎佢去打 pat pat 啊，又話捉佢去坐監啊，咁應該就機會唔大啦。個 pat pat 翻咗香港啦，個 pat pat 好安全嘅，即係咁正路都唔會話即係誇張到新加坡警方話而家要調查啦，覺得咧呢個李校長咧就譬如侮辱女性或者咧就公眾地方行為不檢，係需要打兩藤，咁跟住拎翻個囉柚過嚟，拎翻個 pat pat 過嚟打個，唔大可能咁嘅情況咯。咁但係唔好理，最終佢調查究竟，如果假設佢覺得佢有罪好冇罪好都好啦。但係呢個動作，我自己覺得點都會俾校方即係辦學團體啦、商會啦，甚至教育局咧一定嘅壓力，即係話唔可以話咧冷處理或者側側膊就唔多講。當冇事發生，或者出嚟講一句説話就收工，起碼佢要做下嘢，所以我相信亦導致咧點解咁快可以起身咧？即係呢個時候起咗身咧，就見到佢話即時停職啦。咁起碼叫我頭先我所講啦，舒緩咗件事先啦，抌淡下先啦，降下溫先啦。而家熱烘烘咁喎，好似我哋踢爆教叔，從來都唔會拍得咁密嘅喎。2個禮拜出一次片，而家變咗連續3日都出片喎。個溫度係幾大？仲未加埋其他嗰啲大 channel 咧，大嘅 KOL 喺度再大家傾咧，咁梗係要降下溫。起碼大家知道而家停咗職啦，唔會期望喺呢段時間再有啲咩新嘅資料啦。至少喺香港呢邊，因為佢停咗職調查緊，你就唔會期望會有結果話炒佢復職或者點樣，可能都等到一兩個禮拜，甚至1頭半個月。咁大家香港好多新鮮事發生啊嘛，係咪先？點會日日記住佢嚟李卓興除非新加坡嗰邊個調查出嚟個結局好嚴重除非新加坡出手，否則佢起碼停咗職咧，無論校方、教育局甚至李校長本身咧，係有一個嘅安穩啊，即係比較平靜嘅時間先。咁但係大家，我又想再提大家一樣嘢。咁你話咁得啦，校方咧、校董咧就話要停佢職，咁即係校董都唔撐佢啦，又唔係咁噶喎。
大家咧睇翻有線新聞啊，我就引述咗有線新聞咧嘅一個比較詳盡嘅報導啦。咁咧呢個嘅新會商會中學咧嘅獨立校董啊，阿黃俊碩啊咁講啊，佢話校長咧本身咧係一個合資格嘅註冊教師，亦是一個有經驗嘅教學人員。我們就相信校長嘅專業性，即係片段咧就只有20多秒。未有完全掌握事件發展嘅始末，校長可能是面對一些嘅事情時，相信呢個好重要，相信都是以保護學生前提下，呢句好重要啊，可能會作出過激嘅回應。呢個呢，其實我唔知我有冇搞錯啦，因為我喺呢度就同香港有少少時差。咁就我其實係睇到呢段嘢先再睇到停職嘅。咁即係呢個黃俊碩校董咧，應該係發表咗一個我覺得咧係撐啦、支持校長嘅説話先，再之後先出現咧就係停職嘅問題，即係停職嗰個嘅結果。所以你會睇到喺辦學團體已經係鋪定個下台階，就話。就算可能啦，因為佢冇得唔認㗎，佢一定係態度差㗎。你唔好話我聽，即係一個校長扮鬼臉啊、講粗口啊，係一個適當嘅行為，呢個係不容去否認㗎啦。咁即係冇得佢去辯駁㗎啦。佢唯有就係個出發點啊。個出發點唔緊要啊，佢可能做得唔好，但係佢出發點都係為學生好嘅啫。所以我一時過激咗，咁你呢個就爭好遠咯喎，係咪啊？即係你成件事，我哋作為教育嘅工作者，做教師嘅校長都，我哋做嘅事其實任何嘢都係為學生好，只係話可能表達得唔好，或者甚至我哋可以讚佢啊，佢太緊張學生啦，佢唔記得咗佢太緊張學生，反而甚至連自己校長嘅身份，佢甚至覺得自己有機會被人批評呢個嘅危機都忘記咗，因為佢太愛學生，太想保護學生。如果係個結局係咁嘅，調查結果係咁嘅，你哋話點會炒佢啊？甚至難聽講升佢職都嚟唔切啦。所以咧，我哋都係咧繼續要密切留意。不過咧，暫時睇到個取態應該都係撐嘅多㗎啦，即係應該係撐嘅多。除非唔知點解新加坡嘅警方有一啲嘅額外嘅片段啦、證人啦去證實其實佢係發爛嘅。佢根本就係唔知無理取鬧嘅，甚至有意侮辱人嘅，或者我哋成日華人有句説話，冇鬼唔死得人。自己學校入邊唔知係老師好、學生好定好，提供一啲有力嘅證供去證明佢唔係咁。嗱，我純粹全部係推斷嘅啫。咁但係都係嗰句，應該暫時冇咩新消息㗎啦。但係我哋都會繼續密切留意住事件嘅跟進。最後咧，再多謝大家咧，呢3日都咁幫忙睇片、留言、讚好，咁我哋咧會繼續努力，希望大家繼續捧場嚇。雖然我哋個頻道咧就唔係全部都講踢爆教速可能有啲片咧大家未必咁啱睇，但係希望大家都幫手唔好 unfollow 啦。好多謝大家，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